之後勢如破竹，喺唔少電影擔當重要嘅角色，有《不日成婚》系列、《濁水漂流》、《但願人長久》、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。朱柏康咁佢本身係一個虔誠嘅教徒嚟，即係多番嘅掙扎之後，佢同我講話：我係一個專業嘅演員嚟，所以我決定去做。拋低咗心理包袱之後，喺破地獄演活咗南無佬智賓，首次獲得人生第一次最佳男配角提名，就成功打敗對手。我好感激我可以遇見我嘅屋企人，仲有我天上面嘅老豆。朱康之所以撐得過去走到今日，有一個原因，因為佢一直記得有一個人一直默默睇住佢兩兄弟行演藝呢一條路。朱玲玲嘅兄弟幫爸爸做咗個臨終之前一個 band show， 因為佢好想同我哋夾 band， 因為佢係 band 仔嚟嘅，後生嘅時候。朱玲玲一直都係5個人，但係冇幾多人知道背後其實仲有一位隱藏成員。即係老豆係我哋朱玲玲嘅一份子，我哋又夾咗一啲歌俾佢唱，然之後到最後佢就請咗同媽咪跳咗一隻舞。我會好記得呢啲嘅畫面，而呢啲畫面正正就係因為佢哋接納我哋、欣賞我哋揀咗呢行。佢唔彈吉他、唔上台、唔寫歌，但用佢自己嘅方式勸勉佢哋兩兄弟一直用心咁走落去。去到爸爸臨終嘅時候，爸爸同我哋兩兄弟嘅遺言，永世難忘。捉住我哋兩兄弟嘅手，阿哥細佬，你哋揀嘅嘢冇錯。堅持，堅持，再堅持。